你係唔係明明好少食甜品，好少飲甜嘢，但係成日都好容易肥，好容易攰，情緒好容易煩躁？多數人都以為會變肥、精神差都係食甜嘢嘅問題，但係日本名醫西協俊二喺暢銷書《三天斷糖》入面點破咗一個關鍵嘅盲點，真正令我哋身體變差、上癮嘅糖唔係甜品，而係你每日食嘅白飯、麵條、麵包、澱粉嘅主食。呢啲食物食落肚都會快速轉化成葡萄糖，令到身體長期處於糖中毒嘅狀態。呢本書最強嘅價值就係在於唔使長期節食，唔使捱肚餓，只係要短短3日斷糖就能夠重置你嘅身體體質。大家好，我係時之莎，同你講養生。以下內容並不是任何飲食和醫療建議，請諮詢你的醫生。今日我哋會完整拆解呢本書，喜歡嘅話請記得訂閱頻道。作者西協俊二係日本醫生，亦都係醫學講師。佢喺50幾歲嘅時候，身體狀況欠佳，體重超標。後來佢親身實踐呢套斷糖方法，喺短短3個月瘦咗17公斤。唔單止體重下降，連帶睡眠品質、精神狀態、專注力都大幅進步。佢一開始研究斷糖並唔係為咗減肥，而係醫學觀察發現癌細胞嘅主要來源就係葡萄糖。佢為咗幫助患者調理體質，發展出呢一套一般人都能夠安全執行嘅短期斷糖法。書入面最重要嘅觀念，斷糖不等於限糖。一般人慢慢減少食碳水，克制飲食，只會令到大腦對糖嘅渴望越嚟越強，最後暴食反彈。真正有效嘅方式係短期直接切斷糖分來源，3天打破糖癮嘅循環之後再回歸正常飲食。乜嘢係糖中毒？好多人誤以為唔食甜就唔會糖中毒，但係西協醫師強調，糖中毒嘅最大元兇就係精製澱粉。你每日食嘅白米、烏冬、吐司、意大利粉進入咗身體後，會快速分解成為葡萄糖，令到血糖瞬間飆升。身體為咗降血糖，會大量分泌胰島素，將多餘嘅糖分直接轉為脂肪儲存，之後血糖又快速暴跌。呢個時候你就會出現一連串嘅症狀，莫名嘅疲倦、頭昏腦脹、好想食嘢，特別渴望澱粉，情緒起伏大，睡眠淺，瞓唔醒。長期落嚟嘅糖中毒會提升肥胖、高血壓、痛風、失眠、動脈硬化、骨質疏鬆等等問題。書入面亦都公開數據，每100克白米飯含糖量等同於9粒方糖。咁樣解釋咗點解唔食甜品嘅人都會變肥同埋精神差。再次提醒，以下為書籍觀念分享，不構成飲食建議，請諮詢你嘅醫生。所謂嘅3天斷糖，就係連續72小時，盡量壓低所有糖分同埋精製澱粉，重置你嘅血糖同埋食慾。你可以安心食到飽，例如魚肉、雞蛋、豆腐、大量嘅蔬菜、正常油脂，完全唔使捱肚餓減肥。但3天內必須暫停白飯、麵、麵包、麵條、甜品、手搖飲品、高糖嘅水果。另外，書中特別提醒，隱藏嘅糖陷阱、豉油、茄汁、沙茶醬、各式調味料都含有大量添加糖。斷糖期建議使用無糖調味。作者反覆強調，3天斷糖唔係要你一世唔食主食，呢3日嘅目的係熄咗大腦嘅糖癮開關。好多人澱粉上癮，一日唔食飯就會空虛，暴食就係因為長期血糖不穩。書中標準3餐嘅模板非常簡單，早餐以蛋類為主，午餐高蛋白加大量蔬菜，晚餐海鮮、肉類、豆腐，但係要完全唔食澱粉，配搭每日30分鐘輕度有氧，唔捱夜，斷糖嘅效果會更好。斷糖嘅副作用同4大常見迷思破解。好多人擔心斷糖會好痛苦。書入面話，長期高澱粉飲食嘅人，少部分會出現輕微嘅戒斷反應，頭痛、煩躁、超想食粉麵飯，
呢啲正正係大腦脫離糖依賴嘅正常過程。但係每個人體質唔同，唔舒服，千祈唔好硬撐。破解書中最容易踩雷嘅4個迷思。第一，斷糖唔係叫你永遠唔食碳水，只係3日短期嘅極低澱粉，長期極端斷糖反而會傷身。第二，3日唔會狂瘦脂肪，短期減下嘅大多數係水分，真正係要改變你嘅飲食體質。第三，斷糖期唔能夠狂食生果，多數生果果糖好高，3日建議暫停高糖水果。第四，食素唔等於斷糖，好多素食滿口麵食，白飯澱粉超標，一樣糖中毒。本書真正嘅啟示唔單止減肥，係修復身體。就算你完全唔嘗試3天斷糖，呢本書都能夠徹底改變你嘅飲食觀。作者話俾我哋知，糖係一種高度成癮物質。現代人大多數唔係食太甜，而係食太多精製澱粉，令到身體長期處於血糖震盪、慢性發炎、疲勞躁動嘅狀態。我哋可以落實3件事：一、唔強迫自己每餐食滿1碗飯；二、少食加工醬料嘅隱藏糖；三、分辨自己係真正餓定係糖癮發作。斷糖嘅終極目的，從來唔係瘦得快，而係穩定精神、改善睡眠、擺脫疲勞體質。最後再次客觀提醒：3天斷糖唔適合所有人，孕婦、青少年、低血糖、糖尿病、慢性病患者絕對不要自行嘗試。飲食調整務必諮詢專業醫護人員。本書核心重點：第一，糖唔單止甜品有，日常澱粉先至係糖中毒嘅主因。第二，慢慢減糖容易反彈，短期3天斷糖先有效重置糖上癮。第三，斷糖唔使挨餓，靠蛋白質、蔬菜食到飽。第四，避開加工醬料嘅隱藏糖係成敗嘅關鍵。第五，核心係修復體質，而非短期快速瘦身。如果你都成日疲勞、饞嘴、瞓唔好，非常推薦你閱讀呢本《3天斷糖》。講講我自己，第一次睇呢本書係2015年剛出版嘅時候，當時對我嚟講好震撼。當時冇咁多教減糖教斷食嘅書，因為原來我咁中意食白米飯，係令到我覺得成日攰嘅原因，所以實行咗斷糖之後，跟書入面所講食氨基飯，即係豆腐糠碎咗當飯，減少咗糖嘅吸收，身體係精神咗好多。因為我就係書入面所講，食完飯就好攰嘅人。我當時每日食完晏晝飯就會好眼瞓，好多時候都會坐低瞌大約5至10分鐘。今次再睇返呢本書，感覺好唔同。可能因為而家嘅我中意煮嘢食，書入面嘅實例正正可以教我點樣煮食同埋配搭食材，亦都可以直接跟書入面嘅餐單去實踐，對我好有幫助。你有冇曾經減糖成功定係失敗過？歡迎喺留言區分享你嘅經驗。喜歡呢一集，記得按讚、訂閱同埋分享俾你嘅朋友。我哋下一本書再見。